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新闻讲到喙鬚口啊，嘛有人讲到这个喙鬚是好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河，读好河第5条。河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的喙鬚发甲正旺，看起来正乱的形。咱讲一个人喙鬚好河。另外，古早对好手有一寡较负面的话，像讲头壳面乌、喙鬚好、目睭土，看起来就是吐目、胸面较无斯文。另外，有一句话讲到“河干啊那鸟的不仁”，意思是讲到好手也有面啊袅袅的人，就较老干又个无仁义。也毋过这拢是过去社会印象，即嘛时代无共。较早嘛有一句话讲“河之大纳”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毋捌假捌，未扑假扑，乌白甲人接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好手，这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的面，也有喙皮拢全喙鬚，卖当讲是喙鬚发较正济形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语，咱新闻嘛定定讲会到。这句话读做袂晓剃头，拄到好手，意思是讲拄到家己无在北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袂晓剃头，拄到好手，阿明本地就骹手较慢钝，搁去开面店啊，若是店里的生意一个加热，伊就无闲甲袂得去，就会伤过头紧张，甲香油当做醋，甲酱料掺唔着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好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